人类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，一直在探索。当乌丝驯服了长夜，当电流重构了文明，每个时代都有一群执着的先驱，用探索推动进步。赛义探索头屑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发现传奇去屑成分二硫化硒，首创二硫化硒洗发水，开启头皮护理新纪元。70年来，赛义持续突破配方科技，为不同头皮定制精准解决方案。二硫化硒洗发水原研者，赛义探索卓越。